另外，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依家阿 Jo 食緊飯，睇下食咩飯先？食咩啊你？麻婆豆腐飯重申中英聯合聲同埋明嘅核心要義係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冇賦予英方干預回歸後香港事務嘅權利，敦促英方尊重中國主權，立即停止麻婆豆腐飯菜，哼！商務部長王文濤喺喀麥隆出席世貿會議期間會見美國議，就美方發起嘅301調查表達嚴正關切。正喺非洲國家喀麥隆出席世貿組織部長級會議嘅商務部長王文濤，星期四會見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王文濤話：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經貿應該繼續成為中美關係嘅壓艙石同埋推進器，而唔係絆腳石同埋衝突點。睇緊新聞。王文濤就美方以所謂同埋未禁止進口強迫勞動產品為由，對包括中國在內嘅多個經濟體發起301調查等表達嚴正關切。王文濤仲話：中美應共同落實好兩國元首舊年南韓釜山會晤同埋歷次通話嘅重要共識，改善處理競爭同加強互利合作，避免惡性競爭，共同向前看，推動雙邊經貿